尿失禁咧，其實就唔係淨係長者嘅問題。咁最近咧，我就發覺咧，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多咗呢個尿失禁嘅問題。點解啊？因為咧好多時候佢哋就為咗身體健康啦，就多咗去做運動喎。譬如做 gym 啦，或者甚至乎去跑長跑啊、馬拉松咁就將呢個問題咧就係顯現出嚟啦。咁佢嗰時候咧就覺得好尷尬啊，漏尿喎，但係又唔敢同人哋講喎，因為咧真係好肉酸啊。咁我哋都覺得應該要正視呢個問題嘅喎。係啊，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有啲誤解啊，以為咧尿失禁咧淨係會喺長者先會發生。其實運動嘅時候尿失禁咧喺後生嘅人亦都會發生嘅，因為咧運動嘅時候尿失禁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。例如咧，可以同荷爾蒙嘅變化或者生理上嘅結構咧，都會有啲關係嘅。例如我哋雌激素咧，其實係喺唔同嘅時候都會有啲變化。例如經期啊、懷孕之後啊，其實都可以有變化。例如懷孕啊，或者有陣時生產之後咧，其實都可以損傷到骨盆底肌肉啦。亦都有一啲骨盆底嘅神經線亦都可以受到損傷。係啊，仲有其他嘅高危因素啦嚇，譬如話咧，成日拎重嘢啦嚇，屋企啲家庭用品啊嚇，或者食物啊。我平時遇過唔少嘅患者咧，都同我講話，其實我平時乜事都冇㗎，但係一運動嘅時候咧就有尿滲嘅問題。明明運動係一啲健康嘅嘢，點解會有呢啲情況嘅發生呢？張醫生，你有冇遇過類似嘅患者啊？有，咁咧呢啲咧，我哋就叫做應力性或者壓力性尿失禁，係因為當呢個肚嘅腹壓嘅增加，咁就令到嗰個承托力咧受壓力啦，咁而就會出現失禁嘅情況咯。咁啊，第一咧就係話生 BB 啦嚇，產後之後啦，就會咧嗰個骨盆嘅肌肉受到損害，所以冇咗個承托力。咁另外就係話，當你做運動，其實做運動嘅時候就係個肚嘅壓力會增加。譬如咧直立式嘅運動啦，跑步啊、舉重啊，咁最後就係有時咳嗽啦、便秘啦，呢啲都係令到個肚嘅壓力增加，從而令到個問題顯現出嚟咯。除咗治療之外，其實運動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啲注意事項嘅，例如我哋可以減少運動之前1小時飲水嘅分量啦，咁樣可以減低膀胱嘅壓力。不過記得運動期間或者運動之後都要飲翻適當嘅水分嚟補充翻。另外，我哋可以揀一啲衝擊性比較低嘅運動，例如游水啊、踩單車咁，避免一啲需要跳躍或者要負重嘅運動。而家流行嘅瑜伽或者普拉提嘅運動，其實都可以鍛鍊骨盆底肌肉，亦都有啲幫助嘅。不過最重要嘅係，如果有尿失禁嘅情況，應該先揾醫生找出原因，跟住我哋先可以對症下藥。好多時候咧，譬如大笑啊，聽到啲好開心嘅嘢，社交嘅時候咧，咁笑笑話突然間就會流尿，咁呢個好尷尬咯。咁所以咧，一定要係去正視呢個問題啊，接受適切嘅治療，從而去改善呢個問題對自身嘅生活嘅困擾咯。冇錯㗎，其實都要根據唔同嘅病情咧，其實都可以制定唔同嘅治療方案嘅。例如，如果輕度嘅話咧，我哋可以考慮咧做一啲骨盆底肌肉嘅訓練或者膀胱訓練，去增加呢個盆底肌嘅肌肉力嘅。另外，我哋都可以咧改變一啲可改善嘅風險因素，例如減低體重啊，另外避免便秘啊，唔好成日都拎重嘢啊，都可以幫到壓力性尿失禁呢個情況嘅。不過如果情況嚴重一啲，又或者之前嘅治療方案未能夠改善嗰個情況呢，咁我哋就會建議手術治療啦。咁如果手術治療嚟講呢，我哋會建議呢個無張力尿道中段嘅懸吊術。其實個原理呢，就係我哋想放一條人造嘅纖維帶喺尿道嘅中段下方，咁樣呢就可以增加咗一個承托力，避免尿失禁嘅情況出現嘅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微創嘅手術。我哋只需要3個1至1.5厘米嘅切口，咁手術時間大約都係30分鐘，痛嘅都唔會好犀利，因為啲手術傷口都係一啲細嘅傷口嚟嘅，復原亦都好快。一般嘅公立醫院或者私家醫院都會有呢一項嘅手術提供噶啦。其實咧尿失禁咧就唔係咁得人驚嘅啊，不過咧佢對生活嘅困擾係可以好大嘅。咁喺年輕人嘅層面啊，有2樣嘢要注意噶。第一就係自己，如果出現呢個問題，
就要早啲去接受治療啊，病向淺中醫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如果發覺屋企嘅年老人都有呢個問題，就要早啲去鼓勵佢哋啊，支持佢哋去接受治療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會令到年老人個生活好大困擾啦，照顧者身為年輕人嘅照顧者，亦都會好大嘅困擾嘅。